Hello，各位朋友，係咁啊！今次喺呢個心理良好感裏邊咧，就同大家講一個好多人都會慣常會諗或者咁講嘅一個說話嘅。譬如話遇到啲困難啦，咁啊，佢話我會忍住嘅，我會忍住嘅。咁遇到一啲即係好唔公平嘅事啊，遇到一啲好令自己唔開心嘅狀況咧，即係佢會用忍耐。嗱，就咁聽落好似冇乜問題，係咪？咁嗱，視乎你點樣去用呢個字眼，同埋喺你心理嗰個嘅微妙嘅過程係點樣，真係運用呢個忍耐啊？嗱，忍耐有少少咧就或者叫做明顯嘅意思咧，即係話呢個狀況係唔中意嘅。但係又改唔到，冇辦法啦，忍住啦嚇，忍啊！而人當然係需要某個程度都要忍嘅，即係你要排隊咁樣，你咪好即係想排隊咪忍住咯，都要排啦。嗱，如果時間一長咗，短還好啦嚇，短嘅時候我忍3分鐘就得啦咁樣，咁冇問題。但係長期喺一個忍耐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真係將呢種嘅不快或者呢種唔開心咧，用忍呢樣情況，甚至抑壓住先，抑壓住嚇，甚至俾自己夾硬冇辦法都要頂住咁樣啦。呢種如果去到一個係強烈嘅不快，或者長時間嘅不快，而要去抑壓住佢、撳住佢咧，嗱呢個喺心理嘅層面，透過我哋咁樣去做咧，就會產生一個好唔好嘅，或者即係長期都會有一個耗損啊！嗱，你想象一下一個壓力煲啊，咁佢喺煲嘢嘅時候，哇，咁個壓力煲好強嘅嚇，鎖住啲壓力喺入邊，鎖實佢，咁咪叫忍啦嚇，即係等佢唔好爆發出嚟，或者即係等佢啲壓力咧冇辦法都好啦，都要即係焗住喺呢個壓力煲底下。咁但係當然啦，因為一路忍嘅時候產生嗰個力量咧，或者反彈嘅力量越嚟越大嘅話咧，人長期咁樣忍啊，即係忍到一個階段咧，即係佢喺個內心心理嘅機制已經冇呢個力去控制得住啦，咁就會一個小嘅空隙，一個小嘅刺激咧，佢就砰爆出嚟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多時我哋有一啲新聞睇到一啲人啊，即係佢平時好似好好客氣啊，好有禮貌啊，佢突然間做咗啲好哇，即係嚇親人嘅一個舉動，或者甚至有啲時候嚇親佢自己嘅，因為佢長期用咗忍或者谷住啊呢種咁嘅處理方法嚟面對或者處理佢嗰啲唔舒服、唔開心嘅感覺。以致咧，即係佢自己都相信咗自己，其實或者佢要求自己係一個好有忍耐嘅人，但係確實，當然人嘅忍耐有個限度噶嘛嚇，即係我再強調忍係美德嚟嘅，但係長期只係容許自己用忍咧，咁其實去到一個臨界點，或者佢喺某啲時間咧，人因為嗱，譬如啲身體有疾病啊，佢嗰個身心狀況同樣會被降低嘅時候咧，佢連帶嘅內心心理嘅忍耐力又會減低嘅話咧，咁佢儲埋咗可能係唔係短時間嘅嚇，幾個禮拜、幾個月呢啲咁嘅好唔開心嘅感覺咧，一個即係人哋唔留意到嘅情況，就會將佢激發晒出嚟，咁啊做出一啲好嚇人嘅舉動嘅，有好多即係世界上嘅例子咧，就係可能會去到用暴力去將佢一啲嘅谷咗好耐嘅憤怒啦，你話或者佢嘅不滿啦，一下子就放晒出嚟，咁當然會傷害到人或者自己都會有嘅。嗱，所以咧嗱，我今次所講呢個心理良好感，唔係話忍唔好到咁上下咧，我哋要轉成另外一種方法去處理啦，係唔可以單靠忍嘅。咁當然咧喺心理學上有好多方法嘅，用書寫嘅方法寫出嚟啦，揾人講下啦，除非即係
又唔慣寫嘢嘅，又冇咩對象可以講嘅。咁所以有啲人咧揾唔到個人啊，佢講嘅時候咧，佢可以同動物講嘢嘅喎，或者有啲人口噏噏講嘢啊，或者有啲人咧真係對住佢個宗教信仰嘅對象嚟講嘢啊，唔係有咩問題嘅，可以㗎嚇。即係當然，我哋喺公眾場所你口噏噏咁樣，人哋又唔知你向住邊個人講嘢，咁多數就睇得戲多，睇得電視就會覺得哇呢個人嘅精神狀況有啲即係問題喎，即係避開佢先咁樣。咁所以雖然咧即係 self talk 啊，自己有自己講嘢咧，唔係好大問題，但係去到一啲位咧，係不停咁樣好似彷彿同一個真人對答緊咧。咁就難以令周邊嘅人產生一啲恐慌嘅。咁所以咧嗱，用一啲表達，有啲人用音樂嘅藝術嘅，都可以將呢樣即係不快嘅感覺咧，升華轉移到啊，透過音樂藝術嘅表現或者表達，或者有啲人叫行為藝術啦，有啲人就係做話劇啊。全部如果係許可嘅，其實係一啲健康嘅方法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一試下，即係忍係可以嘅，短時間或者個程度唔高嗰啲嘅困擾咧，少少忍係人都要添嚇，唔可以忍都唔忍就一秒鐘就爆發出嚟添。咁所以咧，忍固然係冇大問題，但係唔可以俾自己只係用忍耐，甚至長時間去壓抑。控制住一啲好極端大嘅負面情緒咁樣啦嚇，咁好啦，咁啊今個即係關於心理嘅良好感呢一集就到呢度啦，好，多謝大家。